来关心世界杯卡球比赛已经开始咧踢啦，也毋过有真侪场馆的移工是因为过劳死亡，也是防北社有引起讨论嘛，引起争议。咱台湾就有民间团体举办座谈会，放纪录片，帮大家会当关心移工的困境和权益。这支纪录片《移工之杯》讲的是一定去到卡达，帮当地政府甲国际卡球总会去运动场所的移工，因拢是上基层的苦力，头家无照起工发薪水，而且常常加班，行动受到限制。这样那大的运动的比赛内底，既然后壁有这样那侪这个无公平、无合理，甚至是剥削这个人的叫权利的运动，就是咱希望全世界的这个外国的这个移工得到伊合理的这个劳动权利的保障，甚至是伊的生命的保障。为了证明这个移工有受到照顾，国际卡球总会特别举办移工卡球比赛。不过透过纪录片，大家拢知影，这个人其实无爬起哩世界舞台的可能。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表示，希望这支纪录片会当提醒大家关心移工的权利。我们国内其实有70万的移工人口，那其实我们面临的蛮多的一些移工的人权问题，其实跟我们看到的卡达他们所面对到的一些议题其实是很类似的，包括高额的中介费啦，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可能像有一些护照的没有办法自由移动等等的问题。除了播送纪录片，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甲台湾外籍工作者发展协会嘛发起联署，希望透过社会力量阻止卡达政府侵害移工的人权。记者麦尚英曾派文台北报。